觀眾好，年初三剛完成賽事，馬場丁財兩旺，奇師落力演出，馬會亦安排多項表演，明星陳慧琳也獻唱。講返主題馬年杯，一番讚詞之下，由告東尼馬房嘅桃花開生出，馬名好應節，奇師係鍾意你。睇返回放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稍為慢啲啊，綠色衫一檔呢就起專龍進佔尾三嘅位置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遨遊武士啦，包裝復星啦，埋邊第三位就太陽勇士啊，永遠尾呢就第四位，中間第五嘅馬呢有安裕啦，中檔紫色衫粉紅帽呢響馬林入邊桃花開啊，尾四內欄係起專龍啊綠色衫嘅，後邊三匹馬華麗再勝精英雄心啊，內欄暫時殿後係至尊貴寶嚟噶，向住1000米嘅段處進發啊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嗰隻遨遊武士嚟噶啦，永遠美麗上咗去第2位啊，第3位噶嘛，埋邊啊太陽勇士啦，出邊第4個包裝福星啊，內欄又上咗少少咯，63進佔第5位係起專龍啊，安裕呢就俾人頂咗喺三搭外邊嗰匹啊，後邊4匹馬桃花開啦，尾三紅衫呢就華麗再勝啊，尾二內欄呢仲有至尊貴寶暫時殿後灰馬係精英雄心嚟嘅，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遨遊武士仲係佔先咗少少嘅，永遠美麗就外邊嘅第2位啊，太陽勇士黃衫啊埋邊第3啦，包裝福星啊第4位，咁啊見到慢慢攞咗出去外邊啊桃花開，安裕就喺出邊，馬林入邊綠色衫就起專龍，掟出去外邊追嘅馬有華麗再勝精英雄心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係包裝福星有少少內線挨入去啊，起專龍響中間啊，再見到外邊桃花開亦都上跟，埋邊永遠美麗都仲有反應，最後200米啦，桃花開外邊一鼓作氣冚咗上嚟，埋邊起專龍追緊佢，最後100零米外邊桃花開，一邊起專龍，2匹馬叮當碼頭之下，外邊桃花開，咁啊結果贏出馬連杯，第2名嘅馬呢，起專龍，咁啊2匹馬都掟得晒後邊噶啦，第3至尊貴寶同埋包裝福星需要影相啊，結果最後100零米都相當精彩啊！賽事以短馬頭分3副，高鳩果然係大賽馬房。另外迎出一場3班賽事，且包辦連贏。本人推薦的練馬獅王有幸言中，其中迎出第4場及第10場，4場櫻花酒杯初出即生，10場全日最熱門喜慶寶繼續輕生。跟住我哋可以翻睇錄影。黃奇居，好嚟啊！呢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噶嘛，喜慶寶快添啊！紅眼罩響埋邊有莊家班富國兄弟，外邊紅衫第3位穿甲戰鷹，橙衫啊第4啊，第5位啦，出邊有金創福威馬林，中間仲有財富非凡啦，好評如潮啊！內欄藍衫淺藍就勇闖高峰啊！後邊嗰幾匹馬啦，成康掠影黑衫尾5嘅，夾住中間有抱白領啊！內欄大約尾3度呢，就喜連勁咁尾二，外邊方圓星暫時殿後，稀忽亮老窩嚟噶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喜慶寶黃衫走中間係佔先啲啊，埋邊有莊家班啊，外邊金創福威係第3位啦，紅衫第4個富國兄弟啊，內欄第5橙衫穿甲戰鷹，外邊係好評如潮啊，後多浸啦，響內欄嗰邊啊有勇闖高峰咧，喜連勁咁偷入邊上喎，橙衫嗰匹啦，外邊追咗少少咧，仲係好評如潮啊，成康掠影嗰啲馬，最後300零米，喜慶寶咧仲係佔先一少少嘅，外邊追佢嘅馬有金創福威啊，中檔有莊家班，入邊穿甲戰鷹，出邊好評如潮，最出仲係成康掠影啊，最後100零米，喜慶寶外邊一冚上嚟就已經拋離對手，打搭贏馬，穿甲戰鷹第2，富國兄弟第3、第4名係喜連勁咁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喜慶寶都可以話係不負眾望啊，咁啊都係擺前呢個位置走，結果贏遠啲啦，升班一樣冇問題，打搭贏馬。
專甲戰鷹第二。練馬師王呂健威開飛賠率 4.5 倍。近期已有4次生出，只要是沙田日賽都優選。也檢討今次嘅提供，二頭馬有福係並沒有生出，不過二頭練馬師也有。沈澤成的線路英雄，丁冠豪頭場嘅金快飛飛，貴福特也有2匹位置馬，尤達榮爆大冷同心同樂。個人並不鼓勵馬迷關注某一馬匹，應該關心馬房及騎師嘅部署。先選練馬師王或騎師王，然後再分析個別場次，最後再講下我嘅賽後檢討。近期首選練馬師王係呂健威，對考慮其新馬狀況。次選復蘇嘅告東尼，冷選尤達榮，騎師或騎師王可選艾兆禮，上位中嘅周俊樂，與冷殺手麥文堅。現在人工智能及電腦的發達程度，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好的選擇。再次祝馬迷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。橫財就手馬到功成。